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呢就會教大家點樣整芒果布丁。我哋嘅材料有芒果粉3盒、花奶180毫升、芒果1個。首先將個包裝呢剪開，然後倒入個碗入邊，再加入熱水。跟住呢，用匙羹攪拌嗰啲粉，令到嗰啲粉呢可以融入水入邊。跟住呢，用保鮮紙包住個碗，然後放入雪櫃雪10分鐘。然後將把刀插入個芒果入邊，掹返上嚟，睇下個皮距離個核有幾遠，跟住垂直咁切落去，如此類推，切埋另一邊。跟住呢，我就用把刀向直同埋向橫咁切。用個匙羹將啲肉刮出嚟。跟住呢，將嗰啲花奶呢
倒入個碗入邊。跟住呢，我哋就用個匙羹攪拌入面嗰啲花奶，同埋用芒果粉開出嚟嘅水。再將啲芒果倒入個碗入邊。最後呢，用層保鮮紙咧包住個碗，跟住放入冰箱入邊雪1個小時。經過1個鐘之後嘅雪藏，個布甸就變成咁啦，係咪好靚呢？多謝收看，拜拜。